最近会当看到可能啊花开甲真旺真水，不过因为可能啊读起来甲可能是要共较早若发伫咧门边、厝边，就爱甲撤掉。亲像即款有歧视的花草俗名，有学者认为爱尽量避免。若台语学者嘛建议会当直接用本土音来读就好。桥仔色的花蕊，阁有淡薄仔青芳。即马当是台湾原生种可能仔花大出的时阵，但是因为台语讲起来甲可能外音，过去捌互人认为是歹结掉的食物。阁有大花含风草，俗名赤查某，古翠花，阁叫番仔藤，其实这拢是有歧视的用字。其实台湾即马常常咧用的名，比如讲有一个物件叫番仔藤，其实就是咱讲的叫做树叶牵牛。番仔藤你其实就是讲原住民较无好的用意啊。讲另外一个名叫做臭娘子，臭娘子的话，你就想着讲奇怪，那毋是臭公主，想要臭娘子。新的名毋是讲新号的名，是经一个较文雅的摕来叫伊的名。学者表示，因2024年去西班牙参加国际食物大会，过程都有针对食物号名讨论，大家嘛有共识，食物名若有种族甲性别歧视等等无公平名称，都应该改掉。台语学者嘛建议，食物含名会当直接用文读音。过去一寡因素，咱遮的事可能有一寡性别的即种，也是无共款即个偏见的时阵啊吼。我的建议是吼，大家来思考一下，有较好的名。较水气的名，会使来代表咱台湾新的台语的未来。吼，佫着讲到即种含名，这是我感觉若学术上，其实这含名完全拢会使每一字用咱的台语文的即个文读音来读，嘛是拢足好听的哦吼。食物学者表示，因目前已经整理出几啊百种有歧视意思的食物名称，未来也会发表成果，希望大家同齐来思考意思的用法，避免使用有歧视的讲法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